妮可基曼婚前協議曝光，老公艾本1年竟可賺2700萬，離婚後5億入他口袋。澳籍奧斯卡影后妮可基曼 Nicole Kidman 與鄉村巨星老公齊斯艾本 Keith Urban 結離19年，育有2女，今無預警對外宣布2人分居消息，震驚各界。消息指出，根據2人簽署的婚前協議，艾本每結婚1年可獲90萬美元，約2700萬元台幣。離婚後可望分走妮可1710萬美元，約5.2億元台幣的財產。根據 Radar Online 報導，57歲的艾本在2006年與大他1歲的妮可結婚前，簽署了一份婚前協議，條款中規定他每結婚1年可獲90萬美元。不過，其中還包含一項古柯鹼條款 （Cocaine Clause）， 明定只有在整段婚姻期間完全遠離毒品與酒精，他才能拿到這筆錢。報道指出，在19年婚姻中，這對昔日的黃金夫妻檔共同累積了一筆估計達2.82億美元的不動產資產。艾本一直對自己的成癮過往坦言不諱，在2010年接受歐普拉 Oprah Winfrey 專訪時，他曾回憶妮可在婚後幾個月便為他策劃了一場干預行動。他當時說，他做了個決定，轉身主導了這場干預。當時房間裏的愛正好足夠，讓我立刻反應過來。我心想，好吧，扣上手銬，走吧。艾本強調，這場干預救了他的命，也開啟了他漫長的戒癮之路，而妮可一路陪伴在側。這對夫妻育有2個女兒，17歲的桑黛羅斯 Sunday Rose 和14歲的費斯 Faith Margaret。傳出自今夏初，他們就已經分居。艾本在巡演期間搬離2人位於納許維爾的豪宅，妮可則留在當地與孩子們同住，並同時在倫敦進行拍攝工作，租下了一棟月租高達8.7萬美元的豪宅，以拍攝超異能快感續集。知情人士透露，自妮可的母親於2024年9月過世後，2人的裂痕變得更加明顯，感覺就像他們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。他們最後一次公開同框是在2025年6月世界冠軍盃足球賽上，當時肢體語言專家Louise Mahler 注意到妮可不停擺弄左手，而艾本則刻意避免眼神交流，與往日甜蜜的互動判若兩人。艾本過去曾多次坦誠，他的婚姻一度幾乎破裂。去年在美國電影學會 AFI 為妮可舉辦的終身成就獎晚宴上，他直言：我們2006年結婚，但婚後短短4個月，我長期未處理的成癮問題幾乎將我們的婚姻炸得粉碎。雖然如今已經分居，但消息人士認為他們仍有機會復合，只是雙方繁忙的行程持續讓彼此分隔兩地。艾本仍在巡演，而妮可則在拍攝與家庭之間奔波。